嗱，今日咧我同大家介紹下食療主義等等，特別揾翻嚟嘅兩款防曬油，先講呢款 3D 防曬係美容醫生介紹嘅，係頂級嘅太陽油SPF 50+之外，仲有 PA 4個加。SPA 50+可以阻隔超過98%令我哋曬傷嘅 UVB 紫外線，PA 4個加可以喺最大程度之下防護 UVA。呢啲連陰天都會令我哋皮膚黑、老化同埋出皺紋嘅紫外線隱形殺手，呢個係最犀利，擋住佢哋。3D 防曬有咩成分可以防護 UVA 同 UVB 呢？兩種氧化鋅同埋二氧化鈦，兩個成分都係物理性嘅噃，即唔係化學性嘅，即係溝下嗰啲唔係嗰啲將紫外線吸收又反射。另外咧係非納米嘅，即係嗰啲顆粒咧係唔會細到可以穿透皮膚角質，因此咧佢係唔會傷害皮膚嘅。咁除咗防曬咧，佢仲有3種護膚成分嘅。一種咧係維他命 B3，係可以抑制黑色素；一種咧係維他命 E 嘅衍生物，係可以中和自由基，減少皮膚老化；一種咧叫泛醇嘅維他命 B5，可以抗刺激，幫助修復皮膚。缺點咧係物理性防曬容易有泛白問題，但係由於佢質地輕盈咁你喺上面再搽化妝品都冇問題嘅噃。呢個瑞典瑪利亞 SPF 50+ 防曬膏咧，係 Maria 呢個全天然護膚品牌子嘅得意傑作喎。以氧化鋅為主要防曬成分，亦都係咧物理性同埋非納米嘅。另外加上咗一種叫做天然防曬功效嘅水黃皮油，同埋多種植物油滋養肌膚、強化屏障、減低自由基嘅損害。其中一個成分聚甘油三聚蓖麻油酸酯係扮演咗關鍵角色喎。佢係一種油包水型嘅乳化劑，能夠幫助氧化鋅粉嘅粉末均勻咁分散喺油脂上邊，避免結塊。呢款防曬嘅特色咧係性質溫和同埋特別防水，最適合游水或者嗰啲流汗運動嘅時候用。好啦，咁兩支都咁好，咁究竟幾時用邊支咧？嗰啲支咧就行街睇戲買餸呢隻咧就運動嗰陣游水嗰陣要出好多汗嘅時候俾老婆追打嘅時候咁用呢隻啦